国际新闻来关心阿富汗发生规模6个大地震，目前已经知影超过1400人死亡，3000多人受伤。第6月第7日暗，佫发生规模5.2个地震尾，深度敢若10公里。虽讲即摆国际社会已经赶紧去救，也毋过目前是抑佫真侪人封缀伫土石堆下骹，而且灾区即个所在地势悬悬低低，要救是无简单。 在受灾上严重马扎里区部分地区，因为地势真险，一台直升机试3摆拢无法度降落。这塔利班消息人士表示，地震造成道路严重受损，且无法度进入灾区，动用直升机飞到史上上严重的库纳尔省救人，则困难重重。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7日中到12点29分，阿富汗东部地区发生地震尾，震央伫阿富汗第5大城的扎拉拉巴市西北边34公里的所在，深度10公里是千层地震。真侪灾民虽然被救出来雪堆，受困伫土石堆的亲人真烦恼，无法官干能家己用手捂。 دا خاورې راسپړې د خاورو لاندې اوس هم خلک ایسار دي جړکې ورکوي څوک د چا کور ته نشي شمارل زخمیان راوباسي هر سړی په خپل ځان دی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主题记者表示，地震尾发生了一段时间，当局无法度有上新的伤亡、损毁的通报。灾区通讯无好，推测受灾情势真严重。除了部分国际社会伸出援手，联合国警告大地震伤亡人数可能增加真紧，已经提供紧急基金协助救援。阿富汗是伫个严重恐慌，甲联合国讲是前所未有的饥荒危机。美国虽然依然是主要援助国之一，不过为自200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了后，美国已经大大减少对阿富汗的直接援助。这摆强烈地震，让原本的人道危机更加严重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